大家好，我係你嘅星咧主持人阿星。長和賣港口呢單交易咧，就令到滿城風雨啦，係咪全球嘅焦點啊？成為係嘛？咁啊，近日咧就有啲新嘅發展咯。咁啊，有啲親中愛國嘅人士咧就話要用呢個國安法咧，就去阻止呢單交易，甚至乎咧就要咧懲治一下成哥咁樣。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另外咧亦都有同一批唔係同一批，即係都係咧同一陣營啊嘅另外一批親中愛國人士咧，就話咧唔可以咁做係嘛，因為咧呢個咧係自由嘅交易係咁樣係嘛，咁咧就反對用國安法甚至乎連呢個官方喉舌例如《明日報》咧亦都講咧，就話叫李嘉誠咧要冷靜處理呢件事咁樣。呢個冷靜處理咧可圈可點㗎，陣間我哋再慢慢解釋。首先咧，我哋睇一睇究竟咧呢一單交易被譽為咧話咩 good deal 啊，係咪啊？話好精彩啊，諸如此類。究竟呢一單交易精彩之處喺邊度咧？坊間成日都話呢單交易咧賣得好好價錢啦，係嘛？可以收翻好多現金啦。但喺我立場咧，今次我唔係睇錢嘅，我係睇個交易嘅內容係嘛？即係令人嘆為觀止啊！大家就聽落去就知㗎啦。我哋先睇一睇究竟國安法甚至乎23條裏邊咧涵蓋嘅範圍係啲咩先？呢兩條法例其實咧離唔開四大範疇嘅，就係煽動啦、顛覆啦、分裂啦，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呢四大範疇。詳細唔需要多講啦，咁大家都應該有一定嘅認知㗎啦，呢度唔多講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咯，究竟呢單交易喺長和嘅層面有冇觸犯到呢四大層面先嚇？首先你話煽動咁樣，佢而家冇錯，佢都登咗個聲明出嚟啦，就話賣啦咁樣，就賣俾呢個BlackRock 同埋咧就呢個意大利嘅個航運家族。咁好啦，咁佢而家自己賣啫，佢冇周圍叫人賣啊，係咪先？佢冇同其他人講話，而家我賣啦，你哋一齊賣啦，咁樣係嘛？啱噶啦，賣啦咁樣。咁佢冇咁講喎，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可以構成煽動咧？你問我，絕對冇可能構成煽動，係咪先？好啦，第二啦，分裂咁樣，咁中港碼頭嘅業務咧，佢冇賣到㗎喎，係嘛？其實咧，咁何來分裂咧？係咪先？中港碼頭依然佢好住喺手，仍然咧係有依據咧，係喺呢一個中國嘅範圍裏邊。咁其實你話分裂咁樣，亦都好難咧講得到係分裂，係嘛？佢顛覆咁樣顛覆講當然個政權或者政府啦。呢個更加講唔上啦，因為成件事咧其實根本同中國政府就冇關係嘅。反而咧係咩咧？就係之前咧我都講過，係咪收費頻道我唔肯定啦，已經係就話巴拿馬政府咧喺2月份嘅時候咧，今年2月份就咧提出啦，就係話咧退出啦一帶一路倡議啊，係嘛？咁咧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李嘉誠咧非但唔係話唔愛國啊，佢反而係非常之愛國添啊！你巴拿馬唔支持中國啊嘛，係嘛？唔支持一帶一路啊嘛，你退出啊嘛，我就撤資，我就唔玩啦，係咪？我走啦咁樣。咁你話呢個咧係唔係外國俾面先，係咪啊？所以咧，亦都唔構成顛覆嘅。好啦，咁至於你話勾結外國勢力咁樣首先大家諗一諗，而家咧係呢個以BlackRock 為首嘅一個財團啦。黑石喺內地有冇業務先？以我所知咧就應該有嘅，都仲唔少添，係嘛？如果你話佢係外國勢力嘅，咁內地係咪應該首先將佢掃出中國先？就唔應該俾佢嘅資金又好，係嘛？寫字樓又好，或者人員又好，留喺中國係咪？咁大陸係嘛？中國都仲同佢有合作嘅關係，佢仲有生意喺大陸，大陸都冇話唔歡迎佢投資。咁我點知佢係外國勢力啫？係咪先？我唔會理解得到㗎喎，係咪？做呢個交易之前，就算你而家話佢係，咁唔緊要你咪喺係嘛內地掃佢走先咯。你掃咗佢走，咁原來我而家知道啦，咁我咪去 stop 係咪停止呢單交易咯？但係而家問題就在於內地有冇呢個動作咧？係冇喎，係咪完全唔見到有咁嘅舉動喎？係咪先？所以咧，以上4個層面煽動、顛覆、分裂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咧，
某程度上對於李嘉誠呢一個交易咧，喺長和嘅層面咧係並不成立嘅。OK， 就算你用，你都用唔到上去佢身上。好啦，咁可以用喺邊個身上咧？嗱，陣間我哋再講下。嗱，而家咧就有人話啦，其實咧要阻止呢單交易有幾個方法咁樣係嘛？首先咧就係頭先所講啦，你俾壓力長和叫佢停，監粗嚟所謂係嘛？咁當然啦，嗱呢個咧之前我哋講出咗個後果噶啦係嘛？即係會影響中港嘅喺全球嘅聲譽啊係嘛？嗰啲地位啊諸如此類呢啲唔多講啦，負面影響啊。好啦，第二就係話咧俾壓力呢一個咧BlackRock 喺內地係嘛？俾壓力佢，叫佢咧就唔好做。咁但係可唔可能咧？係咪人哋會唔會聽你話咧？我相信咧呢個機會都唔高喎，講真。第三咧就話好啦，咁啊，不如咁啦，係咪啊？我哋出呢一個高價同佢搶過啦，係咪咁樣？咁啊，成日都話李嘉誠商人嚟嘅啫嘛，係咪啊？咁啊，要錢就開眼㗎啦咁樣。咁啊，得唔得咧？咁冇話唔得嘅，得嘅。但係係咪真係需要用咁多錢呢？啲錢邊度嚟咧？邊個願意出咧？係嘛？究竟係又話內銀係咪牽頭啊？揾人食咗佢啊？還是係嘛？揾啲大企業華為啊、巴巴啊、騰訊啊，甚至乎啦港府自己咧係嘛？嗰千幾億咧攞出嚟咧係嘛？個港幣，因為佢而家190億美金啊嘛，都係千零億港幣啫，係咪先？我曾經喺群組都提出咗一個發起咗一個問卷調查。俾大家選擇嘅就話咧，喂，如果大家都係喺千幾億係嘛，1900幾億、1900幾億嘅所謂，咁究竟起明日大嶼好啲啊，起北部都會區好啲啊，還是係買咗呢個港口業務好啲咧？同埋對於阿爺嚟講如果特區政府使呢筆錢邊一個做法咧，邊個選擇阿爺會更加開心咧？係咪啊？咁大家都可以喺留言版咧發表下自己意見嘅。OK， 好啦，嗱咁。第四個方法係咩咧？嗱，呢個方法咧係冇人講過㗎嚇。我以我而家呢刻嘅理解，我未見過有人講啊。今日就係呢個就係重點啦。OK，嗱好啦，第四個方法就係咩咧？港區國安法無遠弗屆㗎嘛，係嘛？而家話要用港區國安法對付李嘉誠，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呢單交易裏邊咧，犯港區國安法一個絕對唔係李嘉誠啊！頭先我所講點解呢單交易咁精彩咧？就係因為成單交易嘅佈局咧，已經咧係好完美啊！係嘛？係避開晒所有嘅責任。好啦，咁究竟喺呢單交易裏邊，邊個犯咗港區國安法咧？係咪？其實就係咧巴拿馬政府。點解咧？首先，第一頭先所講啦，佢喺2月份嘅時候，佢已經高調講話要退出呢一個咧一帶一路倡議。嗱，好啦，有人可能會問：喂，星，你咁講唔啱喎，係咪啊？巴拿馬政府係嘛？出呢個新聞話退出，你又話佢係咧犯國安法。李嘉誠出新聞咧，你話佢冇犯國安法，點解雙重標準咧？咁樣大家要記住，長和咧係間上市公司，佢做呢啲交易咧，佢係需要咧係必要遵守呢一個咧上市條例，係需要出新聞嘅。OK， 但係巴拿馬政府點睇啊？都唔係上市公司啦，係嘛？佢唔需要遵守呢啲上市規例啊嘛，係嘛？更何況喂呢啲咁樣政府與政府之間嘅一啲協商諸如此類，你有權低調進行嘅喎，係咪啊？你合作咁樣係嘛？合作之後吸引資金係嘛？咁對大家有好處就話高調聲明啫。退出有冇需要高調聲明先嗱？如果你咁講，依照頭先嗰個情況就話而家我退出啦咁樣，係咪暗示或者煽動其他人退出咧？嗱呢個咧就有得拗啦，係咪？咁你可以從呢個方向去試一試。第二，你曾經係嘛喺大一路嘅成員啊嘛，曾經咧簽咗呢啲協議係嘛？咁咧嗱。點解你哋去即係巴拿馬政府講緊係去批出呢個港口經營權嘅時候咧？嗱，大家記住而家長和賣嘅咧係港口經營權，就唔係個港口，因為港口嘅個擁有權咧仍然係巴拿馬政府嘅。OK， 簡單嚟講，舉個例，即係話咧，有個人租咗層樓，咁咧層樓就係嗰個港口啦，係咪？咁港口嗰層樓嘅業主咧就係個巴拿馬政府啦，係咪？港口個業主就係巴拿馬政府。咁有個人租咗層樓，即係個人就係長和啦。長和而家咧將個租約就轉讓俾第二個嘅。OK， 咁大家咧可能會容易啲理解，係咪？好啦，咁而家問題就係在於點解你去批出呢個嗰個經營權嘅時候裏邊咧冇一啲條款，就係話咧保障翻呢一個
中國啊，一帶一路裏邊嘅利益咧，係咪先？因為你曾經簽過啊嘛，你哋而家退出咗啫，你退出之前你仲係成員嚟噶嘛，係嘛？喂，嗱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好簡單啦，一個租約係嘛，你咧都會講喂個租客咧唔可以做租約分租出去啦，係咪？唔可以做二房東啦，諸如此類啦。解約咧需要點點啊，咩賠償啊，諸如此類。嗱，而家問題就在於個經營權裏邊啊，個合約裏邊啊，咁多年啊，有冇講就係話喂，如果你長和想將呢個經營權轉讓俾第二個嘅時候，有咩條件先係嘛？需唔需要得到巴拿馬政府嘅許可先？嗱，如果冇呢條嘅話咧，其實好大問題嘅。點解咧？你而家就話賣俾黑石集團嘅喎。喂，如果你假設係嘛，完全唔需要知會或者得到巴拿馬政府嘅許可嘅話，你賣俾塔利班係嘛，或者賣俾伊斯蘭國，咁點算啊？係咪先？咁唔得噶喎，係咪啊？喂，講緊190億美金，好多錢咩？我相信即係好多啊，冇得大把啦，係嘛？呢啲恐怖組織咧，可能都可以出得起呢啲價錢噶，係咪先？咁所以呢個條款咧，如果本身喺經營權裏邊冇嘅話咧，係好有問題嘅喎，係咪？好啦，咁所以咧嗱，呢個咧就有得拗啦。你可以咧試下係咪？如果你有本事咧你可以試下喂。同巴拿馬政府講喂，你而家咧就涉嫌涉嫌啫係嘛？因為未證實係嘛，涉嫌就觸犯咗咧呢個港區國安法，因為點咁咧，我哋咧而家咧就要凍結你資產，香港嘅資產啦，如果有嘅話係嘛，跟制裁你嘅人員諸如此類，跟住咧又令到咧喺呢個中國裏邊咧就咧係嘛，俾啲壓力佢哋咁樣係嘛，等巴拿馬政府，因為佢咧係業主嘛。就睇下可唔可以剎停呢個交易係咪？呢個係第四個方法。咁當然當中嘅難度係嘛？四個方法裏邊邊個最容易，邊個最難咧？呢個咧就睇大家咧點樣從咩角度去睇啦，係咪？所以咧，前梁振英特首講得啱嘅，前特首梁振英先生講得啱嘅辦法總比困難多係咪？大家咧諗嘢咧諗得多幾方面係嘛，諗得全面啲係嘛，就唔需要咧就淨係咧睇死一邊係嘛，成日話咧李嘉誠點，而家就話俾你聽，國安法咧今次咧喺呢單交易裏邊咧套落長和島咧係睇嚟咧不適用。好啦，最後啦就講埋啦，喂，點解頭先我話呢個人民日報叫李嘉誠冷靜啲處理咧係嘛，就係話咧喂，冷靜啲嘅理解一般人。可能咧係睇成為喂，真係唔好夾硬嚟唔好做係嘛？就算話呢個賠償都好啦，係咪啊？就要停啦咁樣。一般人可能係咁理解嘅，但係會唔會有另一個層面係嘛？成日都講一個銀仔有兩邊啊嘛，就係話喂，唔好理外界聲音係咪啊？喂，顧全顏面係咪啊？顧全咧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同埋貿易嘅地位係咪啊？顧全住咧中國嘅顏面因為咧如果你咁樣講咧，而家咧個講出嚟咧，你一停咧。就肯定咧唔係都當係㗎啦，就係咧阿爺咧俾壓力你係嘛，阿爺咧就干預咧呢個香港嘅事務甚至乎連呢啲交易咧都會干預埋一份係嘛，令到啲資金咧就可能咧出現一啲恐慌諸如此類咁樣，這樣那樣係嘛，所以咧就叫李嘉誠保持冷靜。呢個冷靜咧通常咧都係話俾人聽咧係嘛，要作出一個咧合適嘅選擇。咁當然啦係咪合適嘅選擇，佢就唔好同你講話本身嘅選擇唔合適喎，係咪先？咁所以咧點解頭先我話咧呢句説話咧可圈可點係嘛？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其實咧關於呢單交易咧，我有好多分析咧係講咗喺 Patreon 裏邊嘅，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加入收費頻道，甚至乎咧邊條片你有興趣嘅咧而家都可以獨立去購買嘅。OK，咁支持收費頻道同埋Facebook，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想聽更多分析嘅朋友，請支持我哋 Patreon。想揾我嘅話，可以喺下面聯絡方法度揾到我㗎。